坚固我们信心的诗歌。愿神透过这首诗歌再一次装备我们的信心。我们在分享主话语之前，先来做祷告。慈悲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在主你的圣日能够有这个福分聚集在这里，同心祷告，同心敬拜，也同心赞美。特别是透过你的话语，要寻得神给我们的指示、启示跟建造。主啊，你的话语是充满生命能力，让我们每个人都得着。也愿每位弟兄姐妹，大家看见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运行，我们就更越发的坚固我们的信心，走向前面生命的道路，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感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在3月开始牧师的讲道信息当中有一个总主题，叫做信心的信息，信心系列信息。那今天我们进行了应该是第三个系列试验与得胜。那我们等一下经文会后续来做复习。这个信心系列也许已经一个月了哈，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你没有每一个礼拜都参与到，那牧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复习哈。我们在3月2号第一堂的信息叫做看见与得着。信心不是凭眼见，而是看不见的你心灵的眼睛看见了。所以我们那一天的主题是，我们用信心来连接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大自然用各种美好的言语在告诉我们上帝的伟大，他的创造，他的美好。然后我们的主题是用信心来遇见灵魂的救主，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检视自己带来恩典的信心条件就是我们的信心的视力是不是眼花了，是不是近视了，是不是闪光了，没有看见神给我们的指示这个是我们自己内部自己的一种检视，这是我们就看见跟得着。第二个信息是在3月9号我们一起分享的顺服与交托，其中我们特别用了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讲道，然后他的主题是用顺服来证明信心。他特别提了旧约2个先知的神迹故事，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的神迹。那这2个神迹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以利亚他到这个撒勒法的寡妇他们的家，竟然因为神给他们这样的信心，在饥荒的年代，他们的瓮里面的面粉没有减少，油也没有减少，就养活了他们。在那一段时间很多饥荒他们逃过了，或是能够闪过了这个饥荒的攻击，因为这个寡妇的信心顺服，愿意这样子做。另外就是以利沙，特别他的神迹是要那个乃曼的将军就是叙利亚的将军乃曼，他得了麻风病，说你要不要顺服到我们附近的约旦河，在那边就是沐浴7次。那这位乃曼最后因为顺服就得着医治了。好，他这个是在讲到说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顺服跟交托诗篇里面跟我们讲一句话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们充满。也在这一个讲道当中，我们看见马大他在信心的考验过程当中，因为他的弟弟过世了有一点责怪主耶稣说，你怎么那么慢，让我的弟弟已经安息那么多天了，可能都烂掉了，腐烂了。但是耶稣就在那个时候建立他跟他的妹妹玛利亚的信心。那这个是有关信托跟这个顺服跟交托。那
我们一起学习到说，信心、顺服加上交托，是我们信仰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这个完全是不可预测的。那如果没有靠信心来建造，你就会发现说，你可能半途而废，你可能信心软弱就离开了，得不到那个从信心得来的奖赏。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课题是试验跟得胜。基督徒的信心会遇到试炼，遇到考验，我们要从那边得到胜利。那信心有测试，好像无法避免，因为信心本来就是一个还没有完成的你的表达，但是它又考验能不能胜过，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课题。我想在座很多的人都还经历过学生时代哈，我们在座也有老师啦，也有还在学校的学生啦。我们在求学时期哈，学生最怕考试。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位是考试天王哈？每一次要考试，他就很高兴、很快乐，说啊，又来了，哎，让我表现的机会来了。不过有没有这种人啊？那是万中选一吧。大部分都想说，最好不要考试哈。那台湾是一个升学这个很竞争的这个社会啦，那考试就逃不了。那牧师在年轻时代，我们都经历过哈。我现代的新的学生不知道怎么样，以前要月考，或段考，或是期末考之间还要课堂随堂考，哇，考了一大堆。有的学生可能考到最已经都麻痹了啦，有的是很有预备，每一个考试他都迎刃而解，而且考得非常好，他就建立了自己的自信。不过大部分人都有一种心愿，就是说，就希望赶快毕业，毕业了就没有考试了嘛，对不对？其实不是没有考试啦，我们在座的这吴弟兄啊，他是考试专家，教学生怎么样应付数学的考试考试有诀窍没错，但是你认为只在学校考试吗？其实不是。踏入社会才知道，没有考试的生活不一定是平安的人生，因为考试、试验用另外不同的形式呈现在你的生活，在你的生命当中，那这个才是我们这个生命的现实或是事实。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现在台湾更是一个竞争很激烈的社会我们常常会遭遇很大的压力，这是没有考卷的考试人生啦。现在更不用说，几乎各行各业都要考证照，你没有证照，你再多有实力都没有办法被得到认证。医师要考过好多试，他才能够成为正式的职业的医生那我们甚至很多才艺、技艺方面的，餐饮有餐饮的考试，那木工啦、机械啦、各种开车啦、商船啦，什么样都要考试。所以这个考试是永远不停的，那是在刺激你去应付这些压力跟考试。所以我们都理解，除非你对这个竞争很厌倦干脆就回去当农夫了农夫不用考吗？要明天你如果不除草，那草就长得比你高了；你不除虫，虫就来咬你的所有的农作物了。什么样的考验都有了所以我们有一个理解，我想大家都同意说，只有通过考验，才能够提高你的经验跟知识那成为社会一个中坚的分子，能够贡献社会。你不会想说逃避畏缩在里面除非很特殊的对象那生活既然是这样子，我们的信心更是如此。信心要经过考验。信耶稣倚靠上帝的人是通过信心的考验，我们才能得到更大的祝福，因为上帝愿意赐福给接受信心考验的人。所以上帝是借由我们的信心来赐给我们，
这是什么意思呢？希伯来书11章6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有信，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换句话说，因为你有信，才能得神的喜悦。神喜欢你，爱你，愿意赏赐给你，所以他是这样的给我们提醒。但是我们不是说没有信啦，是因为常常遇到阻碍、遇到挑战、遇到试验，甚至遇到挫折，让你的信心不是那么的顺畅不是那么顺畅。所以基督徒的信心是通过考验，好像陶瓷啦，我们的瓷器、我们的陶器、我们的那个什么瓮陶瓮，那些都要经过火炼，才能让它成为成品。那个火候要控制得很好，太热也不行不够热也不行。那个泥土要变成瓷器，要非常的坚硬所以信徒也类似，我们的信心要经过试炼，才会得到坚固了。那其实这是认知，大家都没问题，但是我们是要有这样的态度，愿意接受考验，而且是要从考验当中得胜。希伯来书11章1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句话也算是我们3、4个系列，下个礼拜我们要再讲义人被因信得生的这个主题。那等于就是用希伯来书1章成为我们的主题经文，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更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实底呢，在原文的希腊文里面呢，它有2个复合字，一个是在下，然后放置。换句话说，有一个架子很坚固，然后你放什么容器啦，放什么物品都能够很稳固的架在上面所以有座跟架在底下托住。所以这个实底的意思是好像根基很稳就对了。我们家里面很多的摆设你要小心，不要让那个架子太软或是不稳定，然后上面放的很贵重的物品就会摔破了，会摔坏了。我们的橱柜里面有放很多瓷器的架子，架子要很稳固牧师家常常碰到，有时候那个地震来哇，那个最想要注意，赶快去那个橱柜，然后把它按住不然摇一摇那些收藏的那些杯子啦、盘子啦，怕会摔坏。我们在高雄曾经碰过一次，就是有一次我们永康这边不是大地震吗？我们在高雄也震的很多瓷器都摔坏了。好，那个架子要很稳。那圣经所讲的这个实底的意思，就是你的信心的架子，信心的一个骨架要非常的耐劳耐固，能够拖得住。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上帝要测试呢？测试的意思是在训练你了，而不是好像吃饱没事干故意要打扰我们的，不是这个意思。它是让你的信心更坚定，然后能够承受更大的祝福。就好像说我们在学校读书研究，你要更多的实验跟学习，你才有办法去处理更大的事情，是同样意思的所以他的测试的目的是看他的儿女是不是能够承担所赐的恩典。记得牧师在去年曾经分享过有关奉献的课题。上个礼拜我们有2位姐妹来分享她财务这个处理方面财务的课程这个理财有道的课程所得到的一些学习的心得。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你不要先求说哇我要赚多少钱，我的财产有多大，你要先求说神我们有这个能力承受你给我的赏赐，要不然钱再多给你我们会看见在社会里面有很多叫什么富二代，有看到很多叫做撩妹仔，有没有听过？钱在他家里很多但是他不会管理到最后不止身败名裂，就有点像
那个浪子回头那个老二一样，他要了很多钱，但是他不会管理。所以重点是在于说，我们能够承受，我们能够领受这个恩典给你，才是有福气的。要不然加给你，反而是害你。我们看到社会上曾经有一些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他专门在追踪研究那个得到6合彩或是得到那个我们那个乐透彩的这些暴富的人，他们的经历跟结果。他们的统计大部分的人到最后都很后悔，说我如果没有得到那个奖金，我可能过得比较幸福了。为什么那么多钱突然间给他，他会觉得不幸福呢？因为他不会管理，所以要来这个时候就一大堆像苍蝇蚊虫都跑过来了，平常不相往来的这个亲人都跑来要跟他借钱了。然后有人引诱他去投资，有人引诱他去赌博，甚至去吸毒。哇，糟糕！最后是身败名裂。然后他就说反悔了，说我如果不得奖我还快乐过日子那是什么意思？谁不想得到那么多财富？但是基督徒的理财有道，是因为说我要先求神，让我有这个能量，有这个价值，能够承托住上面那个美好的祝福的容器。所以承担的意思是说，我们有没有能力将上帝的赐福用在合神心意的地方？要不然我们宁可跟神说，神啊，让我够用就好，不要让我太多反而骄傲，太多反而颓废腐败，甚至离开了神。那就是我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所以我们不会像一些人跑到庙里面求说，哇，让我财富滚滚我要拿那什么发财金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但是重点是在于神让我们给我们的赏赐，让我们发挥在最有用的地方。弟兄姐妹，所以这个让我们知道说，雅各书刚刚我们读了第2段经文，为什么会跟我们这么讲？1章2到4节，他说：你们遭遇各种试炼，应该认为是可庆幸的事。这句话让我们觉得很不合乎我们的理解嘞。你试炼了，你要哀叹叹气，唉声叹气，为什么要感觉可庆幸的事呢？因为他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了考验，就会产生忍耐。你会因为这样的考验，让你的品格，让你的耐受度，让你的能量会更大。很多人要逃避，最多台湾因为有兵役很多年轻人为了逃避兵役，不想被磨练所以就尽量避免。我们最近不是一个影星吗？花钱去买不要当兵吗？被抓到现在又被抓到成功岭去当其实每个人都这样，最好不要让我去参加那个什么最严格的兵种，什么海流不然就是什么蛙人部队，那不得了。但是我们很多弟兄都经历过这一段但有人是觉得说，上帝求你给我足够的体力跟耐力，能够应付这样的操练。然后他觉得经过这样的试炼，人格更成熟了，身体更强壮了。那就看你的态度。有人要逃避，但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试炼。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他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则，就是他不会给你超过你能力承受的了。所以当你觉得说，哇，几乎承受不了，你要跟神说，神让我这个能力去承受，因为后面要看见神更大的祝福。第二个，这个雅各书给我们的学习是说，你们要忍耐到底，才能达到十全十美，没有任何缺失。换句话说，这个忍耐的承受度，就是你一个信心的考验。所以，我们确据神给我们的祝福，信心的确据，但是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是，确据有真假。要确信这个信心是我合神的旨意，我们要很细心，透过读经、思考、辩证，这个是不是有真伪，不要放在一个假的确信上面所以这个也是神给我们的考验。有
有测试让你遇到艰难困难你要超过。第二个是你确信神给你的恩典，这个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的？所以基督徒为什么会常常彼此提醒？我们教会的代祷团队提供了各种模式的祷告，是因为知道这个是我们生活日常你都会碰到，所以呢，基督徒即使遭遇了试炼，我们仍然是热心的祷告，内心也相信上帝必保守，他会肯定并且赐下恩典，这是基督徒的一个基本的心态。我们常常不在讲，不是有一句这比较像戏剧里面讲的话，说叫一笑泯恩仇，对不对？换句话说，很多人因为经过打打杀杀啦，很多的恩怨啦，一代过一代，到最后大家一笑泯恩仇，就是把一切的那个彼此的误解啦，或是仇恨都完全取消。但其实基督徒更重要的是一笑来迎接苦难。基督徒不是逃避，而是用喜悦赞美。我们常常在困难当中要唱诗歌赞美神，是因为你将一切的苦难、挑战、压抑，用赞美来把这些困难交托在神面前。就像保罗跟希拉他们在监狱里面就仍然唱歌，他不是踢笑啦，他不是吃错药啦，是因为他知道这种困难已经不是人能解决的困难，是我用赞美这种仰望交托在神面前。所以基督徒反而是在遇到艰难挑战的时候，你要更热心来到做祷告。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通过这个天国考试的信心的考试的，有的没通过。有两个代表性的人物，第一个是旧约约书亚记的约书亚。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他继承摩西的这个交给他的棒子，带领以色列人已经走到约旦河的东边了。然后整个约旦河那个时候可能是春天，哇，雨水或是雪水很多，所以呢根本河流很湍急，要怎么过去呀？上帝就交代约书亚说：“你要让祭司抬着约柜踏入约旦河，那个脚要踏上去。”那从我们的经验，从我们的理解是，那不可能啊！一下去以后，河水就冲走了。把祭司冲走，更重要的是约柜被冲走，那还得了？但是约书亚通过了这个考试，他就命令祭司抬着约柜踏入河水。圣经记载说，河水就这样子分开了，上面的河水流不下来，下面的河水流走了，就变成干地呀。祭司抬着约柜走过这个约旦河，然后他们不是在约旦河里面捡了12块石头吗？12石就是这样来的啊。然后在对岸来建了一个祭坛来感谢神。约书亚还经历了这些神迹，是因为他们要攻打一个非常城墙非常坚固的耶利哥城，里面的防守的人耶利哥人也非常的强盛。他们知道不能硬碰硬，不能鸡蛋打石头，所以上帝告诉他们说：“你们就在那边安静祷告。”然后一天绕城一次，最后一天再全部绕完，一共13次这样子。这个也是微乎常理的嘛，也不是我们一般打仗的一个合理的经验嘛。但是约书亚就安心的按照这样子做，到最后一次大喊的时候，耶利哥城就倒塌了。这个是通过天国考试的人。另外一个是常常做错事，或是说被耶稣责备的彼得，他在经历风浪的时候没有通过这个考试。这个信心的考试虽然是一时的失败了，但是我们知道圣经记载，耶稣说天国的钥匙让彼得那个承受，所以天主教的教宗第一任教宗就是彼得，
他们所承认的教宗，到现在现在这个教宗一系列的就是彼得当成他们的最先的一个教皇。那彼得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礼拜我们孙宝莲牧师给我们上课上第5章第6章，刚好讲到耶稣给5000人吃饱这个故事。这故事之后呢，有记载说，门徒呢他们搭船，然后越过这个加利利海，要到伯赛大去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突然间天空这个海面那个加利利海大风浪大作，然后门徒们就很惊慌，因为很危险。我就在黑暗当中看见耶稣走在水面上。那时候，这个吓得不得了。这个彼得真厉害，他还会讲说：“主啊，如果是你让我走过去。”你看那个时候还会跟耶稣看起来是在考验他的信心。但是真的前面是很好哦。他说：“如果是你，让我从水面走到你那里去。”真的走了，但是一走，发现黑暗，水很深都是四面都是水。他突然间就信心软弱，就沉下去了。还有耶稣赶紧把他的手拉起来才得救。彼得没有通过这个考验，因为他起先的信心一踏上这个湖水的时候就失去了，所以就下沉了。因为他内心的恐惧替代了这个信心。我们不是责怪彼得啦，我们人常常会这样，起先开始信心很坚固，突然间遇到困难，遇到危险就惧怕，信心就失去了。这些都是我们生命中常常碰到的，我们学习的一个重要的故事重要的学习。另外一个是我们的考验是试探，特别当我们离开了神，我们跟神的距离遥远的时候，你会遇见试探，因为这个试探会在你不晓得、不知不觉当中临到。所以基督徒要通过生命的考验，不只是由上帝来的试验，有时候上帝给我们叫试炼，但其实魔鬼会给我们试探，而且他要用尽各种办法，就是要让你落单，让你孤单，让你软弱，然后他就吞吃你了。我们会喜欢看那个动物的影片野生动物的影片现在的技术拍得更好，可以拍得很近，包括捕捉猎物那个画面看起来就像你在旁边一样那非洲的草原上有各种动物群聚那很多猎食的动物它不吃草，它就要吃肉的，要吃这些这个被攻击的猎物所以呢，在这个草原上有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的法则啦。狮子啦、猎狗啦、花豹，它想要猎取这个食物的时候，他们会看有没有妈妈带孩子的。幼兽啦，它跟母兽一离开，它就落单的时候，是最好攻击的时候，因为那个还没有长成熟的，用羚羊啦、鹿啦，或是我们所谓的看到那些斑马那些，因为它还没有长大足够强盛，脚不够力，所以跑不动，所以狮子啦这些花豹就会抓这一个小猎物，然后很容易抓到。但是它有一个办法，就是驱离，让孩子离开母亲，然后就可以很快就把它猎取了。而且那个小羚羊那些幼小的动物，那个肉更好吃那个花豹、鹿、那个狮子很容易把它吃掉。这个是在大自然的野生动物的常态那你知道吗？魔鬼也这样，魔鬼他会先引诱我们离开上帝，离开主，然后才攻击我们。所以基督徒你要常常想说，我好像在草原的小花鹿或是小羚羊，
当我离开神、离开耶稣，他就会攻击我们。所以基督徒常常，我们教会刚刚讲这个代祷团队安排了各种祷告的模式，让你持续跟神保持密切的关系。我们有读经370天的读经，弟兄姐妹，因为魔鬼用什么来让我们趋离跟神的关系呢？他是用世界的诱惑、世界的享乐来诱惑我们离开主。所以他只要看到我们跟耶稣之间有一点点间隙，就会伺机攻击我们，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的生命。魔鬼就像草原上的猎狗、狮子、花豹。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人生的状态当中，有可能你会遇到自己、家庭，或是你的事业，甚至你的健康的风浪。这时候我们当然是很难过嘛，甚至很消极。在痛苦难耐的时候，我们先有一个观念，就是你要先查看是不是我跟神的关系离开了。这是基督徒检验自己的方法。当然很多人会寻求各种方式解决嘛，一些在社会的人他们就会去算命，对不对？然后去什么技改去找那些邪术来帮助他。但基督徒是你要先看见说这个风浪是因何而起的，是你的疏忽，或是因为你离开了神。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基督徒在遇到这样的艰难考验的时候，我们先查验自己是否跟神的中间有距离，因为我们确信，若主跟我们同在，我们不会遇到如此的风浪。就算遇到风浪，就像彼得一样，走在水面上行走。神要保守我们能够得胜。基督徒不要像在草原上落单的小羚羊。只要我们跟耶稣同行，魔鬼就无法搅扰我们，内心就保有真正的平安。这是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自我保护，或是能得神能力的一个重要的点。我们刚刚读了诗篇91篇9到12节，很多教会都会鼓励基督徒，他们的教会有说，你如果91篇能够把它背起来，那就会成为你非常棒的一个确信神的保护的一个力量的一个经文，好像一首帮助你的诗篇。至少我们可以把第9到12节多练几遍哈。他说：“因为你以上主为避难所，以至高者为居所，灾害不会袭击你，祸患不会挨近你的家。以上主为避难所，以至高者为居所。你要住在神的殿宇中，你要住在神的居所当中。”他说：“灾害不袭击你，祸患不会挨近你的家。”特别诗篇来给我们这样勉励说：上帝要差派天使看顾你，无论往哪里去都保护你。他们要用右手托住你。你注意是他们，什么意思？天使是一群天使，不是一个简单的天使，一群。他们要用手托住你，使你的脚不至于在石头上碰伤。所以基督徒是因为有这样的确信，苦难来了，你也碰到，我也碰到，但是差异是在于说，我觉得我有能力胜过这个考验，因为我确信神会帮助我。那就是态度差别很大。这是为什么保罗、希拉他们会唱诗歌，那些被关的人在那边唉声叹气，就差在这里。即使遇到苦难，他都认为神能够让他得胜。所以诗篇91篇这段经文呢，说明主同在的人生，内心是充满平安跟满足。所以我们常常讲耶和华沙龙是我们翻译的文字啦，是shalom的意思希伯来人是从右读过来的shalom，它是意思是说成为你们的平安，因为主跟你们同在shalom。那我们常常用shalom这个字来唱诗歌，我们的圣诗里面也有很多这种诗歌是用shalom来做唱诗歌所以弟兄姐妹，第二个点是我们要常常审视我们跟神
跟主耶稣的距离有没有拉远了？主会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重点是你不离开耶稣。弟兄姐妹，昨天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大家很热诚来支持、来配合。我们教会昨天晚上举办第一次的一个周六礼拜除了基甸提摩太他们带领敬拜的同工基本人员以外，我们很多长老、执事弟兄姐妹都踊跃参加昨天晚上的礼拜。那我们的瑞平牧师呢，是主题的讲解，就是有关耶稣的故事昨天的主题叫做寻找耶稣。那这个故事很有趣，就是说特别引用了耶稣在12岁的时候刚成年，应该算是青少年不算我们一般讲的成年要18岁。他在以色列人12岁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还要勇敢为自己负责的人，所以他们就在节期的时候就在拿撒勒跟着一大群乡亲父母亲，就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有一种每年的一个很重要的节期，都会来到耶路撒冷一起敬拜神，因为是耶和华的殿嘛好，那故事是说，他们节期结束了，他们又回去了。这个行程有点类似最近又在热闹了，对不对？我们在西部不是常有什么妈祖绕境吗？一大群人跟着跑跟着走沿途都有吃的什么的。但是当时的加利利拿撒勒，很多人来到圣殿敬拜，人群一大堆，所以他们要回去的时候，父母亲也没有在意说这个孩子已经长大，他自己能够走，他以为他跟在人群要回家嘞。根据那个圣经的地理研究拿撒勒到耶路撒冷要多远？120公里。120公里我们台南到高雄大概是60公里，所以等于一倍。所以要走3-4天骑马，然后现在开车总是要几个小时就对了。那问题是在于说，瑞平牧师讲的这个故事讲到说，耶稣的父母亲以为耶稣就跟他们一起走，到了过几天才发现说奇怪，找不到人了，很慌张很紧张很焦虑赶快又跑回去圣殿去找。原来耶稣在圣殿里面跟这些老师这些这个教师一起在谈论圣经。那这故事引申到一个话题，就是说，以为耶稣在跟着在旁边，其实耶稣已经在圣殿没有跟着我们走。那其实这个话题让我们知道说，你不要以为你一直都在耶稣身边呢，你自我感觉这样子，但其实你就跟神远离掉了，跟神距离远了。所以我们时时警醒自己。所以我们为什么在小组？为什么在聚会礼拜？为什么我们会在祷告当中时时提醒自己？因为人总是有那个疏忽的时候，有那个软弱的时候，有那个以为神在我旁边，其实你已经离开他。你的忧虑，你的繁忙，让神离开了你。所以最后一个就是说，当我们遇到这些艰难的时候，你要学习要悔改，转回人的人生。天国考试就是这样子。很多人讲到悔改、认罪，都有一点自我防卫的感觉，说：哇，怎么会讲到我是悔改我要认罪我好像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就像耶稣的父母发现耶稣不在了，转个头回去就对了嘛，懂意思吗？就是你发现你的路错了，转过来就对了，这个叫悔改。那当然有时我的行为、我的思考、我的作为错了，我要改过来，不是责备你这个行为，而是你改过来才重要。所以我们基督徒在遇到天国考试的时候，遇到试炼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悔改回转的人生。我们看到信门徒他们遇到风浪。另外一个故事是门徒他们要过这个加利利海，耶稣他们同船，但是耶稣在船舱睡觉，
门徒遇到风浪大作，哇，不得了啊！已经用什么方法，用他们的技术都无法克服了，他们才突然间发现说，我们的主在船上嘛。我们常不是有唱一首诗歌吗？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哎，这首诗歌小朋友很喜欢唱，因为知道有主在我船上，所以赶快呼喊说：“主啊，救我啊！”基督徒要学会在遇到风浪的时候，要把心静下来，不是靠自己去忙碌用自己的方法解决，因为他们尽全力想用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是昂然，是赶快求告主耶稣。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是学会苦难跟患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要举手悔改，说：“神啊，赦免我，因为我离开了你，或是说我疏忽了，求主帮助。”这个是得到最好问题解决的方法。就好像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走错了，赶快回转，不要走太远了才要回来。最近不是天气突然间大变吗？有好一个礼拜突然间温度降得很低呀。我们台湾很多年轻人呢跑去爬山啊，不得了了。他以为自己能够走过这一条路，没想到一下雪，雪松软，路盖掉了。光在上个礼拜5、6天呢，就有5个年轻人的生命失去耶，多么这个数字多么可怕，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条路。所以那个我们的林务局啊、气象局讲一句话说：“哎呀，撤退更需要勇气。”他说：“你撤退，因为山一直在那边呐，不要强硬着要登山呐，以为退回来人家会笑你啦。山永远在那边呐，路况不好，天候不好，撤回就对了。我们要悔改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啊，明明已经错误了，已经要失败了，你还硬着头皮闯过去。所以弟兄姐妹，世上最幸福的事是什么样？就是做一个服侍主的人生。你要跟对了这个主人，我们的主，你生命就会得到幸福。跟错人，特别是魔鬼的引诱，你生命就会遭受偷窃、杀害跟毁坏。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通过这个天国的考试。它的标准答案是什么？呼唤主。耶稣在船上，门徒看到他在睡觉，把他唤醒。当然，这个话是一种比喻啦，上帝是永远清醒的啦，只是说用这种方式知道说，我们赶快叫主耶稣，因为门徒遇到风浪，他们叫醒在睡觉的耶稣。我们不要只是对他耳语啊，不用默想的，要勇敢的求告，甚至高声的呼喊。等一下，我们要有一个医治的祷告。最好的经验是，我们有代祷者，我们有服侍者，但是你本身要勇敢的向神呼求，这样的祷告是最有力量的。所以，我们主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将我们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告诉我们哈。最后，牧师讲一个故事来做结束哈。什么叫唤醒主的祷告？我们知道在历史上50多年前哈，那个时候可能是用跟美国跟苏联在一个太空竞赛，所以美国第一次派了那个阿姆斯壮成了这个阿波罗11号的太空船登陆月球。哇，那个时候好轰动啊！牧师那个时候小孩子啊，他那个时候电视还是黑白的，还在转播说阿姆斯壮在走月球说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嘛。这个故事现在已经56年，你看历史多久？好，过了隔年有一个太空船是13号，阿波罗13号，11号是第一个登陆月球的嘛，13号也升空了。没想到，他是在1970年的4月11号升空之后2天之后，发生什么事呢？阿波罗13号在20万里外发生氧气槽爆炸的事故，他们必须要放弃，要不然的话就回不来了。他们紧急向休斯顿的太空总署报告消息，太空总署说，唯一的办法，你就是要看着北极星在哪边，然后引导他们回来。那个时候，那个故事是说，当时他们这个休斯顿太空中心很多基督徒就宣告说，
各位基督徒，我们一起同心向神呼求，因为这些太空人已经没有办法靠着人的能力，唯一的能力能够救活，要神的带领。虽然那个太空舱还能够运行，但是已经失去了很多的那种动力一般的技术了。他们在经过祷告的时候，经过呼求，竟然这艘阿波罗13号平安的降落在太平洋。那这个就是非常轰动的阿波罗13号的故事那这个是他们那个太空船这是当时的3个太空人。后来这个故事被拍成很出名的电影，叫《阿波罗13号》这个出名的影星都是他们当时的演员。弟兄姐妹，这个唤醒神的帮助就是大家同心的祷告。其实同样类似的故事就在前几个礼拜发生。在 NASA 的太空人有2位一个是威莫，一个是威廉斯，一个是男生，一个女生。他们9个月前搭着星际飞机号到国际太空站，本来要待8天做各样的测试，没想到又发生意外了。他们竟然停留在太空9个月，在那个太空站。那怎么办呢？回不来怎么办？还好最后是马斯克他们那个公司SpaceX 的太空梭把他们载回来。他就在半个月前3月18号，就在这个月的18号，他们平安的回到地球。那这个也是个非常惊险的故事。不是这个故事当中有彩蛋，彩蛋是什么呢？这意想不到的境遇，这个太空人威莫说，是耶稣拯救了他们。你知道，在太空9个月无动力的状态，你的肌肉没有办法施力，对不对？而且在失重的状态，身体会受很多影响连走路都没办法走都要重新复健，很像婴儿一样。然后他这样子见证说：“我感谢这一路的经历都源于我的信仰，创造神和救世主耶稣基督息息相关。他为人类得到荣耀生命制定计划和目的。他的见证是这个意义重大的心意，深深引导我的生活。无论经历结果如何，我都因着耶稣基督的满足，深信这一点。”这故事提到说是他们在太空舱的一个照片这个是那个女的太空人。那弟兄姐妹，这位太空人他做见证说，他在太空9个月，他每个礼拜参加他们在德州他们的浸信会的教会参加礼拜，在太空参加礼拜。还是这样的坚持他的信心，而且因为那个通讯设备没有损坏他还去关心他们教会一些老弟兄老姐妹，还关心他们，因为他是教会的长老不得了。你看，在那种危险好像不知道怎么回来之下，他还是心存平安，因为知道神会带领他们回来。那这是非常棒的重要的见证的故事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勇敢面对试验，因为神不知道用什么试验给我们，甚至魔鬼还用不同的方法在考验我们。但是请记得，信心有属灵上的程度，信心的考试是信心程度的试金石。比如说，一个试金石让你更大的能量去承受神的祝福，就像那个架子一样，上帝所应许的信心考验，很像我们平常要补充维他命。属灵生命的维他命就是信心，让你一直在那边测试，让你一边成长。弟兄姐妹，我们大老团队运用各种不同的祷告方式，用不同的读经，以及我们的灵修、我们的聚会，期待每一个弟兄姐妹，你都能在你的信心程度上，因为考验而更成熟，而更成长。我们的大老团队要出版第2本的这个见证集我们期待你把你的见证写下来，把它登在我们的这个纪念集里面，成为你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弟兄姐妹，现在要邀请我们，也是凭着信心来到主面前，要求神的医治，
我们有一个祷告时间，我们要请我们的敬拜同工。